出来试车，骑保庇的出来试车，主要要试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，互大家再看这个保庇的新装的 LED 大灯，伊的大灯介光，袂射了伤悬，这粒灯泡啊差不多拄啊好。毋免讲搁修改啥物大灯壳啊，直接装就会使用啊。那规个电火烧起来，看度袂歹。等下找较暗的所在，像即马较暗安尼照起来足水。等下头前会有一段迄落较暗，那你就能看到即只保庇的伊个，我换即个 LED 大灯泡仔的效果。这头前汽车有无？汽车你看，汽车走了后，即个 LED 的大灯泡仔照的咯，像遮暗来讲，伊照起来，看起来足水，足明显啊。迄个灯型，对遮你会用看较清楚，来讲伊本身来讲，伊袂射足悬的。你会使看头前即个电报条顶头就拢无迄落，伊敢射着路面尔。就讲伊即个大灯泡仔 LED 的大灯泡仔，即组来讲，伊配合即个迄落灯座拄啊好，起来效果袂到偌差。伊照起来路面佫宽，那照起来灯型佫袂伤悬的话，对面的车来讲也较袂迄落。你看头前有一支电报条，你大概就袂迄落。尾伊射起来佫有够远，有够宽。那来讲的话，咱咧骑车的时阵就看较有，袂讲伊迄落规个迄落路面看无。即摆咧我来关起来你就用来看卖啊，关起来才有规个暗去。来开伊就迄落，所以伊的灯型袂到偌差。所以你也保庇的，保庇的车用要换即个大灯 LED 的大灯泡啊，省寡电的话，会使经即组。即组迄落嘛无贵。230块尔，即摆特价。我讲过啊，今仔出来主要要试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就是曲项做好啊，要来试看伊即个规个路况起来效果安怎。另外一个部分就要翕即个 LED 大灯的大灯泡仔换起来，照路的效果。你看这像这有够暗的所在，伊起来的话，写就介看。那你就我著搁清楚了解讲规个路况是安怎，袂讲接一拍。接一个点尔。较偏定的迄落，属于较偏定的曲项。那你若是人较轻的话，伫咧预载的方面，就较少。那较少无够的话，
有时骑起来就较无遐爽快。屈伤好歹，有时佫包括你调哦，你骑的人迄个体重，你平平一支屈伤，一个50公斤的哦，啊像我较要90公斤，那伊规个起来效果哦是无共的，调法嘛爱无共。哦，即摆简单饲啊。